咁今日咧直播主要同大家講關於近年有好多嘅中國旅客咧，咁啊藉住免簽呢一個嘅政策就湧入去馬來西亞嗰一度。近年我見到有好多嘅嗰啲詐騙啊，哇真係犀利！其實我唔太為意㗎，係我最近我上網突然間見到有一單新聞，咦馬來西亞有中國人喺嗰度行騙咁樣，咁我初時真係不以為然啦，都唔係新聞嚟嘅對我嚟講。咁但係我碌下嘅時候又睇到喎，咦又係行騙，跟住我就真係好好奇啦，哇係咪真係咁黐線啊？係咪係演算法令到我 keep 住睇一啲嘢，定還是係真係有呢一個真實嘅情況呢？咁我上網求其去揾咗啲資料啊，一揾，哇頂你個肺，真係有好多，車媽咁樣事，猖狂到咁樣喎，哇真係細佬我亦都有親身經歷過，我喺吉隆坡仲要係不斷喺 KLIA 嗰個嘅國際機場嗰度來回，我真係遇過一次，就係落機嘅時候打算去上 Grab， 咁啱就係喺嗰個門口就遇到有個中國人衝過嚟，仲走過嚟問我啊，是中國人嗎？中國人嗎？啊，真的啊，不好意思啊，麻煩你了，我現在沒有錢，你可以借我500嗎？我還差500，我只有500，我都可以回到中國那邊，因為我被人搶了，我現在沒錢。然後他給我那個包包，他說我真的沒錢，沒有錢啊。啊，拜託，聽個口音就知道啦，你唔好話，一聽都完全係嗰啲詐騙黨標嚟。咁你今次件事又係咁簡單，俾大家分享下。咁就係有越嚟越多嘅中國人咧，咁啊走到去馬來西亞嗰一度，然後喺機場裏邊有組織、系統性咁樣去專揾一啲嘅華人嚟到去行騙。咁就有一班中國嘅旅客，身光頸靚，着晒名牌，拖行晒篋咁樣走嚟去揾一啲華人面孔嘅人。咁就問你借錢，咁目的咧主要係佢想話俾你聽，佢係唔似冇錢嗰啲人嚟嘅，只不過係一時之間俾人哋偷咗錢，所以先迫於無奈去求你俾啲錢佢咁解嘅啫。佢呢一個係行騙嘅手段嚟嘅。咁最後就俾馬來西亞嘅人當場踢爆，咁啊令到呢一班嘅中國騙徒落荒而逃。跟住啊，俾大家簡單睇下條片先。大家從畫面上面都見到你一位紅色衫嘅嗰位男子啊，咁啊係咁追住嗰一位，疑似係中國嘅行騙者啦，係啦，咁啊你睇下搞到佢真係落荒而逃啦，走到你阿媽都唔認得，即係老年咁遠睇唔到啦，係啦，咁你見到咧就係一啲人咧就專喺嗰個國際機場吉隆坡國際機場嗰一度就係咁喺度揾一啲華人面孔嘅人去呃錢咯，咪攞錢咯，好黐線㗎呢班人真係越嚟越猖狂啊！我前2年都見到㗎，只不過係即係覺得未話去到好嚴重嘅地步，同埋佢又冇呃到我咁我就算啦。即係我唯有去提其他人咁樣咯，咁但係佢依家嗰個猖狂程度係一班啊聯群結黨嘅喺吉隆坡嘅國際機場嗰度呃錢，咁就有一班馬來西亞嘅人咧都睇唔過眼，不知所謂啦，成班呢啲咁嘅醬缸追，成日話人哋歧視你又點點乜，咁而呢一單係另一單嚟嘅。呢個係早喺上2個星期嘅時候就發生，嗰個情況都一樣。咁之但係呢單咧係直頭有人報警去處理。嗱，咁畫面上面你都見到啦，就係有一啲馬來西亞嘅警察到場去了解呢一件事。咁然後就將一班中國人咧就帶到去其他嘅地方啦，跟住就搜佢哋嘅包包，睇下佢哋有冇證件啊，睇下佢哋有冇呃咗佢嗰啲錢啊、證物啦，咁就去不斷去搜佢哋身。Kau nak tengok apa dia benda dalam ni power bank. Siap. Okey. Tu balai phone. Dia cakap duit tak ada. Yo, duit ada. 刚刚说没有钱啊，那是什么东西啊？没有说没有钱啊，就是没有说没有钱。沒有錢，但是哎呀，我包包有錢哦。我俾你開，ada hasilnya lah. Itu hari kau China juga sama dekat sini tapi sudah kelihatan tak? 大家見唔見到啊？彈，哇！大佬中國護照褪後幾步先，哇！真係好恐怖，哇！哎呀，係好殘眼啊！仲有另一條片嘅 Facebook 嗰度。來，再講清楚一點，要借錢是嗎？再講清楚一點。來，再講清楚一點。怕什麼？講清楚一點。
我聽不到你講什麼。那什麼？啊！小喇叭你又真係跑得幾快喎！你班人真係明目張膽咁喺人哋嘅國際機場嗰度呃錢喎！我冇屈你哋啊！依家有晒片有晒證據啊，俾人拉埋添啊！咁亦都係咁咧，但亦都可以解釋到點解細佬我以往我喺馬來西亞搞嗰個 student visa 不斷係俾人審查、再審查，然後懷疑係黑工呃錢。唔知邊撚度同黨，屌你老味，用所有嘅理由去懷疑我，屌你講撚到想喊，唔係講笑，就係你班咪爭文破你阿媽，尤其是2025年、2024年這個時間，最主要就是因為在開放免簽之後了，哇，這個問題更嚴重。過海關的時候，經常被問，Why are you coming Malaysia? Working? Do you have visa? Oh, no, I'm not working. I'm just traveling here 。哇，真係佢哋係咁話 ，why？ 哇，講到咩原因啊？但我去旅行做乜嘢啊？唔通我做咩啊？Hello sir，I want to explore the beauties in Malaysia。Yeah。係咩？都咁樣啦，跟住有啲海關仲要唔熟嗰個機制，係咁喺度 check， 跟住又話揾唔到個資料點樣，跟住我最後就話 ，What if you can call your commander to deal with this issue? Okay, please do me a favor.Yeah, if you don't know how to do it, okay, just call your friend or your commander to solve this problem, solve this issue, okay? 跟住就揾咗啲大粒佬，然之後搞嘅就 OK 啦。我最後我係要攞嗰啲咩銀行證明，我就話我冇必要嚟馬來西亞打黑工喎，唔好意思。因為我唔知係咪遲啲我要即係可能入馬來西亞真係要將自己咧查到白晒。我發現嗰啲外國人咧係好容易出出入入嘅，就係反而啲華人樣真係好容易俾人哋針對咯。依家我真係理解啦，原來就係因為你班渣文一直以嚟啊，尤其是近呢一年喺馬來西亞不斷行騙，去燒着其他人啊！你班人最乞人憎就係一樣嘢，講過好多次。希望藉住今次一件事可以提醒咁多位香港嘅朋友，或者是一些中國的算是比較清醒的朋友、台灣的朋友，真係好好記住，你去到馬來西亞，你一落到機咧，你遇到一班人問你借錢就好，總之同你講錢銀嘅嘢，你一律拒絕，你唔好同情心泛濫啊！覺得佢哋好慘，你 no way， 即刻走點啊！咁而且我上網都揾到黐線嘅，關我事，我上網揾嘅，我陳述係發生咩事啊？12名中國籍男女利用免簽赴馬來西亞租房設騙局，專騙中國人被捕。租房設騙局。5月5號。馬來西亞《光明日報》報道有12名嘅中國籍男女利用中馬免簽證90日嘅機會嚟到馬來西亞就租一啲嘅獨立房，咁喺怡保嗰度啦，咁然後專係針對中國人咧實施線上嘅刷單兼職騙局。睇呢個，專門欺騙中國人參與嘅流年投資計劃被曝光，涉及嘅金額估計有數千萬人民幣。最後就中國公安同馬來西亞嘅警方一齊去摧毀一個詐騙集團，已披露嘅資訊咧，受害者都係中國境內嘅中國公民。中國詐騙集團藏大馬度假勝地，誘騙提供線上工作。中國詐騙集團隱藏喺吉隆坡高級住宅，又或者係離島嘅度假勝地，專門向中國人提供線上工作機會。呢個又係咩啊？又想點啊？你哋救命啦！遇伴喺中國嘅華裔海外詐騙，又係電騙嗰種啊，又係俾人拘捕啊！2025年嘅11月呢個係。你自己有興趣去睇啦，我都費事再去揾咁多，冇刻意去詆毀你哋啦。你會唔會諗下點解全世界咁多人針對你哋啊？歧視你哋啊？我頭先我 Google 啊，版都有你哋份喎。你哋唔係真係食咁啊嘛？我以前我都講過噶啦，你俾中國人免簽入嚟咧，肯定有一大堆問題。咁當然唔係全部啦，但我話始終佢哋個社會個人數比較大，道德是非觀又冇正確咁樣去做一個改革，咁搞到一班人咧。好多啦，一有機會嚟到香港就會去轉法律啦，做違法嘅行為啊。然後咧好搞笑喎，佢哋唔會覺得自己有問題㗎，佢哋覺得自己好醒添㗎。只要你俾佢哋轉到個法律漏洞，譬如好似一件事咁樣，假設冇踢爆出嚟，佢係可以喺馬來西亞嗰度線上整一啲嘅騙局，呃班中國人啊，佢覺得自己好醒㗎。這是我牛逼，你看看我多厲害，馬來西亞管得着我嗎？沒有管得着，因為我是中國人，我厲害，我牛逼，我聰明。佢哋個 mindset 就咁樣黐線嘅。你記住，即係唔好有咁多同情心啊！有時有啲人都話，你怎麼知道他是中國人啊？他可能是台灣人啊、馬來西亞人啊、新加坡人啊。哇老誒，如果你真的有出過國，其實你真的
一聽就聽到他們的口音真的很明顯。馬來西亞講話都是壓着聲音啊，你是這麼啊，是這樣嗎？這樣啊，好咯。哦，你這個 water 啦，是不可以這樣多。這好像是有一些英文，還有是他們講話是很 relax 的。台灣人講話是比較溫柔可愛一點的。台灣人也不太經常會說很多的英文在中間。馬來西亞或者是新加坡的人會經常說英文，而中國大陸最明顯的是什麼？第一就是你們講話的聲音都是比較大、比較粗。哎，我們出去喝啊，你喝奶茶嗎？第二就是你們的用字口音也是很明顯，特別是北方人的口音更明顯，廣東人的口音也明顯。如果是很低度的廣東人呢，他不太會講普通話，這跟香港差不多啦。就像我的親戚一樣，講普通話都是很爛。其實呢，我們都是咁咯。哎呀，你廣東你講乜閪你普通話？我係咪啲撈佬先得㗎？對，我認識的廣東人是這樣的。